好多長期跟開我研究術數、追我每年運程講解嘅朋友，最近陸續發信息問我同一個問題：大師2026丙午赤馬年，即係上半年種種波折、奔波有勞無功嘅局面，究竟幾時先會扭轉呢？今日我就同大家好好拆解呢個流年玄機，話俾大家知，下半年天地應場正式轉向，一場大規模運勢洗牌已經悄悄開始，有3個生肖熬過上半年嘅沉寂同磨難，馬上迎來暴富翻身嘅黃金窗口期。大家睇清楚自己或者身邊親友有冇榜上有名機會擺面前，一定要做好準備接財。首先，我先同大家講清楚大環境嘅命理底層邏輯，唔好淨係聽人講邊個生肖旺邊個生肖衰，唔了解背後五行流轉，好容易人云亦云，錯過屬於自己嘅機遇。而家我哋身處九紫離火運，由2024年開始，未來20年火五行當令，所有同資訊傳媒、互聯網、文化教育、能源、美妝演藝、電子科技相關嘅行業，長遠都有發展空間。而2026丙午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雙火齊聚，係名副其實嘅雙火流年，火勢極之燥烈。上半年春夏火旺，火太盛而無歸宿，火多土焦，火旺耗金，好多人會覺得做嘢阻力重重，計劃推唔動，明明付出好多心血，但收益唔成正比，錢入咗手有好多雜項開支，存唔低積蓄，呢啲全部都係旺火無濟帶嚟嘅常見狀況。好多人以為成個馬年都會維持呢種焦躁內耗嘅格局，其實大錯特錯。術數講究流年看大勢，流月定起伏踏入下半年立始之後，身有金氣逐步登場，火可以煉金燥火得到調節，五行循環重新暢通，旺火唔再係一味衝撞消耗，轉化成為推動善意、催生財神嘅動力，天地之間嘅能量格局會出現一次極為明顯嘅調整。亦即係我所講嘅運勢大洗牌，原本順風順水，恃住運氣懶於耕耘嘅人，下半年容易運氣回落。相反，上半年默默捱苦，不斷累積實力，從未放棄嘅人，只要命格同流年拎場契合，就可以借住呢一波轉勢逆風起飛，實現財運大翻身。多年以來，我批過無數客人八字，我一直強調一句說話：運唔係死嘅。所謂生肖旺運，唔代表天上會跌落錢，只係代表天地經常向你傾斜，障礙減少，貴人增多，成功概率大幅提升。如果你自身懶散，心態消極，做人唔守底線，就算係大運當頭，最後都只會白白浪費天時。反之，當運嚟臨之際，頭腦清醒，把握時機，穩守底線，先可以將天時轉化為實實在在嘅財富。今日講嘅3大翻身生肖，命理上分別對應6合太歲、3合火局、暗合流年，係下半年經常最容易同丙午火運共振嘅3組生肖。我逐一同大家詳細拆解。每一個生肖分開講，上半年困境，下半年轉捩點，財運分佈自意走向，感情家運潛在陷阱，以及我專門俾大家嘅催運守財建議。第一個即將暴富大翻身嘅生肖屬羊，地支未土，午未六合，係成個2026丙午年唯一同流年太歲形成6合格局嘅生肖。好多屬羊嘅朋友聽到呢度可能會疑惑，既然6合太歲係大吉，點解上半年仲係咁多不如意？呢個就係好多術數師傅忽略嘅重點。6合雖貴，但上半年丙午火氣過於燥烈，烈火兇烤未土，土被烤乾，無法藏財，所以上半年你哋會面對一種好矛盾嘅情況，身邊唔缺機會，亦都有人主動邀請你合作，但好多機會睇落吸引，深入接觸先發現暗藏風險。職場上面有攣聲消息傳出，但一拖再拖，遲遲唔落實。
生意上嘅客戶意向充足，但回款速度極慢，現金流長期升緊。仲有一部分屬羊朋友上半年容易受到身邊親友拖累，人情開支暴增，有時好心幫人，最後反而惹上是非，勞心勞力之餘，仲有金錢損失。但由龍牙7月開始，亦即係西路立秋過後，形勢會發生脫胎換骨嘅轉變，抽金自生，燥火開始收至五味六合嘅吉局正式全面啟動。六合代表貴人近身機會貼身，人緣暢旺。屬羊人最大嘅財運來源就係人際關係。下半年會陸續出現多位關鍵貴人，有可能係行業前輩、舊上司、多年冇聯絡嘅老友，甚至係一見如故嘅新合作夥伴。呢一批貴人唔係單純安慰你，而是直接帶來賺錢管道、內部資訊穩定訂單。我分開正財同偏財講清楚。正財方面，上班族屬羊朋友下半年好容易等到拖延許久嘅加薪崗位調動、年度獎金發放。從事銷售顧問、仲介服務業、教育美容美業嘅屬羊人，業績會出現跳躍式增值。老客戶持續介紹新客源，唔使花大量成本托客，生意自動送上門。自主壯耀開鋪嘅屬羊朋友，下半年有機會敲定長期穩定嘅大合作。盤活上半年滯留嘅庫存同項目，長期收唔返嘅欠款，陸續有回款跡象。至於偏財運，屬羊朋友下半年適合穩健型投資，適合跟隨資歷深厚、信譽良好嘅長輩一同佈局，千祈唔好獨自跟風炒作高風險產品。六合格局有一個潛在隱患，叫做合中帶劫。意思係貴人同小人有時會同一個圈子入面，有熟人向你遊說高回報投資，邀請你口頭合夥做生意嘅時候，一定要謹慎。所有資金往來務必簽署正式檔，千祈唔好憑住人情口頭承諾就投入大筆資金，更加唔好隨意做別人擔保人。一旦輕易應承，極有機會招致無妄破財。事業層面，下半年屬羊人適合主動出擊，唔好繼續消極等待。如果你岑陽好耐想轉工、拓展新業務線、開設分店，龍貓8、9、10月係最佳時機。心態上面，屬羊人天生性格溫柔，但內心容易多愁善感，遇到挫折習慣自我懷疑。下半年運勢上升，就要擺脫情緒內耗，自信心建立起上來，先可以承接得住突如其來嘅機遇。感情同家運方面，單身屬羊朋友下半年貴人運連帶桃花運，透過工作聚會、長輩介紹認識對象，緣分質素相當理想。已婚有伴侶嘅屬羊人，上半年容易因為經濟壓力、家庭離事發生爭執，下半年財氣順暢，家庭矛盾隨之減少。有機會籌劃置業、裝修添置物業、旅行等喜事。健康提醒，火旺之年，屬羊朋友要多留意腸胃、皮膚敏感、睡眠問題，唔好長期捱夜應酬，飲食清淡一啲。我俾屬羊朋友嘅簡單催運方法，多向南方走動。南方係九紫離火位，契合流年，日常可以多用黃色、啡色飾物補足土氣。屋企客廳南方保持整潔光亮，切忌雜物堆積。記住，屬羊朋友下半年最大優勢係貴人，最大弱點係心軟重人情，拿捏好人情同金錢嘅界線，就可以順順利利實現財富翻身。第二個迎來暴富翻身嘅生肖屬虎，地支人木，人午半合火局，係丙午流年三合火局核心成員之一。好多屬虎嘅朋友上半年感受到極大壓力，我接觸好多屬虎客人同我傾訴，明明自身能力唔差，做事果敢有魄力，但上半年處處遇到競爭對手阻力，身邊暗藏小人，暗中散播是非搶走資源，計劃好嘅項目中途總係出現突發變數，一波三折投資嘅項目長期唔見收益，令自己自信心備受打擊。一部分屬虎人上半年頻繁奔波，四出尋找出路，勞心傷財，付出同回報嚴重失衡，一度懷疑自己嘅方向是否正確。我同大家講明背後命理，
寅午相合，但上半年火氣太燥，木被烈火灼傷，木氣受損，所以屬虎人才能難以施展，有志難伸。踏入下半年，金氣漸生，可以調和燥火。木火通明，格局正式成形。木火通明係說數入面極之有名嘅貴格，代表才華得到外界認可，腦袋靈活，眼光獨到，容易捕捉其他人察覺唔到嘅商機。下半年屬虎人嘅運勢會出現明顯分界線，之前阻礙你嘅小人力量逐步減弱，能夠欣賞你能力嘅伯樂陸續出現。財運方面，屬虎人係三大生肖入面偏財爆發力最強嘅一組，正財持續穩步上升，在職人士有機會承接核心項目，獲得豐厚提成同獎金。做生意嘅屬虎人，市場氛圍回暖，新訂單源源不絕，仲有機會開拓跨地區、跨行業嘅合作管道。偏財適合依靠自身專業能力、資源整合去賺錢。例如技術服務項目、中介版權收益、長線價值投資。不過呢，我一定要再三提醒屬虎朋友，你哋天生衝勁十足，有時容易過度樂觀，一旦一次投資獲利，就會大舉加碼，好大機會樂極生悲。任何投資都要預留安全底線，切忌將所有流動資金壓住同一個項目，唔好碰高啲已經投機。見好就要收，探字得貧，永遠係求財大忌。事業發展上，下半年適合主動競爭，遇到心儀嘅職位、合作機會，唔好畏首畏尾。如果你考慮自主壯耀辭職發展個人項目，下半年時機遠遠優於上半年。同時屬虎人要學識收散恨忙，你能力強，性格直率，有時講說話唔夠圓滑，容易無意間得罪人。運勢上升嘅時候，更加要謙虛低調，減少不必要嘅口舌爭執，避免小人借題發揮感情運勢。單身屬虎朋友下半年社交活動增多，有機會在商務拜儀、學習進修途中遇到緣分，但唔好太過心急，慢慢相處了解。已婚屬虎人下半年事業忙碌，要騰出時間陪伴家人，唔好因為忙於賺錢而忽略伴侶感受，減少因為溝通不足引發嘅誤會。健康方面，火旺容易影響心血管血壓、頭痛問題，應酬少飲烈酒，多做戶外舒展運動，唔好長期處於高緊張狀態。屬虎朋友催運重點方位係東南方，東方屬木，生旺自身命格。穿搭適合綠色，墨綠色係閒時可以多接觸草木大自然，舒緩燥火帶來嘅焦慮情緒。只要屬虎人管住急躁嘅性格，懂得適時止盈。2026下半年絕對係你累積財富、揚眉吐氣嘅黃金階段。第三個即將迎來暴富翻身嘅生肖屬豬，地支亥水、亥午暗合太歲，係好多人容易忽視，但潛力極大嘅翻身生肖。好多屬豬朋友天生樂觀豁達，唔中意同人爭執，但上半年好多屬豬人陷入一種有心無力嘅局面。明明想好好發展事業，但外界雜事不斷打擾，想穩定儲蓄，但各樣突發開支接踵而嚟，錢財留唔低。仲有不少屬豬人上半年容易遇到虛假機會，聽到人哋描繪美好前景，投入時間心力，最後先發覺根本難以盈利，白白浪費機會成本。大家要明白，暗合唔似六合半合咁樣顯眼。暗合代表貴人，機會大多數隱藏於幕後，唔會大張旗鼓出現。上半年亥午暗合力量被旺火壓制，水氣被蒸發，所以機會若隱若現，你睇得到，但難以把握。下半年流月金氣出爐，金可以生水，亥水力量得到滋養，暗合格局嘅好處逐步浮現。屬豬人開始悄悄迎嚟，財運逆轉，財運特點。屬豬人嘅財富屬於穩積型，唔係一夜暴發，而是持續不斷有驚喜進之格。正財運相當平穩，上班族工作氛圍變得融洽，上司願意授予更多權限，工資福利有上調空間。經營生意嘅屬豬人老客戶忠誠度提升，口碑慢慢擴散，客源穩定增值嘅偏財多屬於意料之外嘅收益。
例如遲來嘅寶座、舊投資分紅、閒置物品、轉讓收益、朋友介紹嘅短期合作項目。相比虎羊兩個生肖屬豬人求財，最適合穩打穩支，唔適合冒險搏殺。千祈唔好聽信陌生人介紹嘅所謂快速致富項目，暗合格局，暗藏一種陷阱，容易遇上表面友善，實際想利用你資源嘅人。面對新合作夥伴，初期一定要多觀察、多打聽背景，唔好過早毫無保留信任他人字義層面。下半年屬豬人適合深耕本行，打磨專業實力，唔好隨意大規模轉換賽道。如果你計劃發展副業，揀選同自身主業相關嘅方向，成功率會大大提升。屬豬人優點係待人真誠、人緣好。缺點係有時過於佛系，遇到困難容易產生擺爛心態。下半年運勢向上，千祈唔好繼續得過且過，機會擺面前，主動爭取先可以將運氣轉成金錢。感情同家運單，新屬豬朋友下半年容易透過親戚舊同學介紹認識合適對象，已婚屬豬人家宅運平穩，適合同家人一齊策劃短途旅行，增進感情。部分屬豬家庭下半年有添丁置業、搬屋嘅喜訊，值得好把握。健康方面，水氣受旺，火克制，要重點留意泌尿系統、關節、人氣保養，少凍飲，注重作息規律。屬豬人有利方位係北方屬水，補充命格所需五行，穿搭適合黑色、藍色等水屬性色系。屋企北方位置保持乾爽，唔好長期積水堆積積雜物。講完三大重點旺運生肖，好多朋友會問，唔屬於羊虎豬係咪代表下半年完全冇機會翻身？絕對唔係，我做術數幾十年，從來唔主張以生肖一刀切判斷命運。生肖只係年支，只係你八字其中一個字，真正決定你運勢起伏嘅係完整八字組合、個人風水、後天選擇同心態。屬羊虎豬只係先天更容易承接下半年丙午轉世嘅東牆，阻力相對較少。其他生肖只要懂得順應五行大勢，調整自己嘅行事策略，一樣可以把握商機，手穩財富。我簡單同大家提一提其餘9個生肖下半年大方向作參考。首先係4大犯太歲生肖，屬馬值太歲、屬鼠沖太歲、屬牛害太歲、屬兔破太歲。4大犯太歲朋友下半年仍然唔適合大舉擴張高風險投資，核心策略以守為攻，優先穩定現有收入，清理負債，遠離是非官非，唔好輕易捲入他人金錢糾紛。屬蛇朋友下半年火氣持續而低調行事，減少同人爭執。屬龍朋友適合修煉內功，儲備資源，靜待年末機會。屬猴朋友謹慎理財，提防被屬人騙財。屬雞朋友抽金當旺，正財平穩，適合提升專業技能，為明年鋪路。屬狗朋友土氣充足，適合打理不動產，穩健儲蓄，唔好盲目擴張生意。無論任何生肖想接住下半年運勢洗牌嘅紅利，我同大家分享幾條通用嘅改運守則。呢啲唔係玄虛嘢，係夾從五行大勢同人性觀察得出嘅心得。第一，清理負債，優先減少高息貸款。火旺流年最忌債台高築，負債會持續消耗你自身福氣。運勢上升階段盡快輕裝上陣。第二，謹慎擔保，謹慎借錢。金錢最容易考驗人情，下半年是非錢債問題多，唔好因為情面難推令自己陷入財務危機。第三，遠離投機賭博，分清投資同賭博嘅界線。真正嘅投資講究價值同時機，賭博只係寄望運氣，九子離火運，好多虛假繁榮泡沫項目湧現，千祈唔好貪圖高回報過入圈套。第四，整理家居風水，清理屋企長期閒置、破損雜物堆積，代表醫氣滯留，阻礙財氣入屋，有空斷捨離，保持屋企光線充足，空氣流通，財運先至有入路。第五，
收斂內心，減少怨氣。我經常講，改運必先改心。一個長期抱怨、充滿負能量嘅人，就算天時再好，貴人亦都不願意靠近。於是多從自身找原因，少埋怨環境同他人，心態平和，福氣自然慢慢匯聚。仲有一個重點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所謂暴富翻身，唔係坐等天上掉碗餅。命理講天時地利人和，天時就係而家2026下半年呢一波運勢轉機，地利係你嘅居住風水、發展城市、經營環境，人和就係你自身嘅能力、人脈、心態同努力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好多人睇到自己係旺運生肖，就日日躺平，坐等發達，最後只會徒勞無功，運氣只會污糟。做好準備嘅人，上半年你熬過嘅所有難關，默默累積嘅經驗，維持嘅好人緣，全部都係下半年翻身嘅底氣。如果上半年遇到挫折，就自暴自棄，停止進步，就算流年6場偏向你，機會擺眼前，你亦都冇能力把握。好多觀眾睇運程，淨係關心自己旺唔旺，忽略咗時間節點。我再一次劃重點，3大生肖嘅財運上升曲線，由農曆7月開始針正，農曆8、9、10月係全年黃金爆發期，農曆11月維持平穩，農曆12月適合盤點收益，鎖定利潤，儲蓄守財，唔好年末大舉投入新項目。大家按照呢個時間軸規劃自己嘅投資轉工，合作計劃順勢而為，事半功倍。同大家分享多年批命觀察到嘅一個規律，每一次天地運勢大洗牌都會重塑一批人嘅財富層級，有人由貧轉富，有人由盛轉衰，差別往往就在於是否察覺天時變化，及時調整策略。2026丙午雙火年就係20年九運之中極為關鍵嘅轉折年份，下半年五行格局重新平衡，舊嘅障礙逐步消散，新嘅機遇陸續浮現。屬羊、屬虎、屬豬嘅朋友千祈唔好浪費呢次千載難逢嘅翻身機會，調整好心態，整理好資源，擦亮雙眼分辨良機同陷阱，穩步向前，安心迎接屬於你哋嘅財富到臨。唔屬於呢3個生肖嘅朋友，亦都無需灰心，命運永遠唔係寫死嘅。生肖運勢只係參考大環境氣場，真正掌舵嘅永遠係你自己。順勢者事半功倍，逆勢者運勝求生。只要腳踏實地，修身積德，謹慎理財，一樣可以守住現有成果，慢慢累積財富，尋找屬於自己嘅上升窗口。最後送一句說話俾所有觀眾：財福易至，得者居之。善於把握天時係智慧，懂得知足守財係修養。願大家睇完呢篇運程分享之後，理清前路方向，該進則進，該守則守，避開是非損失，人人財運暢通，平安喜樂。接住下半年源源不絕嘅好運同財氣。